来看咱国内有投顾公司预期讲，明年台股有机会挑战3万点。另外，中央大学台湾经济研究中心嘛公布11月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，其中投资股票的时机，正面的指数是降上济。学者是认为，有可能是投资者是真烦恼，目前台股的指数上悬咯，风险较大，所以还唔敢进场。本市台股开盘股继续起的强势，27,517点开出，盘中上悬到27,659点，起250点。宽达股台积电开盘1450块，尾下起码小可有较收，盘中上价1439.5块。美国联准会那边12月可能还是会降息的，这个呢就给美国股市呢造成相当大的激励作用。那同时呢，我们台湾股市呢也跟着就连续到今天为止连续上涨了4天。分析师认为，台股有机会挑战高点，因过就来看12届美国联准会是不是真正亲像市场所有记的降息，抑个美国最高法院是不是推翻川普的关税政策，拢是股市的变数。中国信托证券投顾分析明年的投资展望，认为台股会先苦来，再个跳起来，有可能挑战3万点。全世界明年经济会慢慢降来。金发老人软着陆的一个经济走向，也就是经济出现放缓，那抑制通膨，但不会做衰退。而且台湾金融市场股汇市拢起，新台币对美金开盘31.32块，盘中8成破31.347。虽然最近台股表现起较侪，但是中央大学财经中心调查11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、投资股票的时机指数，连续2个月下滑上侪。大家只是认为未来半年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指数的位置太高，似乎不适合进场，所以我们调查了这个结果，它才会分数这么低。学者认为，台美对等关系也未确定，再加上232条款调查也未公布。若是谈判的结果，台湾真正会投资美国4,000亿美金，若是政府压力真大，伫厂商甲薪水管的工程师拢走去美国，台湾的平均薪水恐惊会互伊诱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